鐘啊嚇！今日咧 ，Hello 啊，清風 BB，啱啱太嘈啦，歡迎唔到大家所有人啊嚇，大家莫見怪，我咪特登㗎，啱啱太嘈啦，冇辦法。啱啱太嘈啦，所以冇辦法個個都歡迎到啊！依家咧就可以啦，我超有禮貌嘅。Hello 啊，陳哥 ，Hello， 冇啊，我喺屋企啊，喺屋企。啱啱咧係一個人咧，同我個 friend 咧喺度食宵夜啦，跟住太無聊啦，就諗住播一陣。Hello 亦可 BB， 多謝亦可嘅粉絲燈牌，大家中意主播嘅可以亮下粉絲燈牌，入下粉絲 group 傾下偈，梗係啦，你屋企好近啊嘛。嗱，大家知我啱啱直播嘅地方喺邊度咧，就冇講出嚟啦，因為嗰度離我屋企真係非常之近啦嚇，非常之近啊！等陣咧，佢順住個網線過嚟打瓜我咧，你哋就少咗個粵語老師噶啦嚇。提醒到呢度啦，歡迎古禎加入粉絲 group， 唔係粉絲團。Hello 啊，電煲唔掂蓋啊 ！Hello 啊，隨風主播香港嘅。Hello LL， 我深圳都冇去過，過嚟啊，過嚟揾我玩。Hello 莊一，你好啊。Hello 導彈 ，Hello 番薯槍，你呢個番薯槍咧喺我個作品裏邊話我大番薯咧，有大番薯嘅你。嗱，其實咧，大家每一條評論咧，我都係會睇嘅，你哋小心啲咧，我直播間公開批評你哋啊！你們小心啊！我去直播間批評你們的。Hello 啊，導彈。Hello 啊。多謝番薯槍嘅為你閃耀。Hello 啊，耳機分我一半。多謝 Eva 嘅點讚，大家新入嚟嘅小朋友可以點下 like。通報批評，冇錯啦。其實咧，每一條評論我都係會睇嘅。Hello 啊，機長。今日咁早啊 ！Hello Pan B， 多謝 Wing 嘅關注。Hello 點。Hello， 你咁小心，連水連埋包裝紙都撕埋，梗係啦！如果唔係，等陣話我咧咩商標就唔好啦，係咪？多謝隨風嘅小心心，歡迎夕陽加入粉絲團，多謝改變自己關注，歡迎大家嚟到咩直播間啊嚇！大家中秋節縮日快樂啊！中秋節縮日咧，香港係放假嘅。好啊，畫 call， 咁我叫你畫 call 啦。平時有冇睇波賽？睇係咩波賽啦？我嗰陣時就最中意睇嗰個咩內高啊、內教啊，唔知有冇同我一樣啦嚇。多謝夕陽嘅粉絲團燈牌。Hello NBA 冇喎，我唔睇啊。CBA 我都好少睇。幾時開播？啱3分鐘。No， 大陸嗰個，唔係香港嗰個。我咧都唔係喺線下睇，我咧係喺手機裏邊睇嘅，睇抖音睇得好頻密㗎。我呢個小朋友係睇跑馬，我唔睇跑馬。大家咧如果跑馬中咗獎咧，記得分我少少啊嚇。Hello 小馬留個記號機，得閒過嚟學翻啲港式粵語。好啊。咩中秋節快樂，食月餅啦未？我中秋節嘅前一日已經食咗冰皮月餅啊，近1000蚊都唔夠，咩意思啊？哈 OK， 冇錯，我就係中意睇嗰啲純粹嘅籃球，超中意睇，最中意睇呢啲咧超熱血呢種啊！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？就係中意睇嗰啲咧又刺激啦，又好玩啦嗰啲籃球比賽。睇六合彩嗱，我細個咧就成日睇六合彩嘅，依家咧大個唔玩六合彩咧就冇睇六合彩。大家咧邊個中咗六合彩咧，就希望你哋中800萬啊嚇，分我少少就得㗎啦，分我少少啊！中咗嘅話，小籠包宵夜我冇，啱啱食個 BBQ 辣到飛起。多謝我隨風嘅天鵝，多謝隨風，係啊貓，係啊貓，多謝辣椒白菜 tomato 嘅關注。
呢種感覺太親厚，講1000句都唔夠。多謝多謝，Hello 金福子8毫子，咩8毫子啊？你九龍㗎？我唔係啊，我唔係啊，我唔係九龍㗎。Hello 啊，關雲長又見面啦！我記得你嚟我直播間4次啦，分我8毫子。哇！你中800萬淨係分我8毫子㗎咋？你真係太嗰個啦！Hello 啊，雲長，你終於喺我評論區講句説話啦，搞到我以為你係 AI 添。你真係太大方嘅啫，分我8毫子。係啊，大方得滯啊，唔知點樣講。不如咧，俾其他嗰啲大方啲嘅人中啦，因為太大方就算啦。你點知嘅？因為我咧眼熟你，每一個嚟我直播間嘅朋友咧，我其實咧都會默默咁樣記喺我個心裏邊，下一次我就會記得你嘅。所以咧，你哋邊個唔講嘢咧，我一清二楚啊嗱。Hello 啊，耳機都有耳機嘅天鵝，遙遠係宇宙，靜靜在背後。哇！你太有文化啦！今晚中咗金多寶，咩叫得金多寶啊？咩係金多寶啊？唔信都要信啊！多謝滑扣，多謝滑扣。係啊，肉仔。媽媽今日着紅色，媽媽今日着紅色，咩紅色㗎？邊度有紅色啊？粵語有啲過於標準，係咪香港人？你太聰明啦！今晚要開碼啦，中咗幾多分我少少啊 ，please。我記性好好㗎，超好嗰種咧，尤其嗰啲咧成日嚟碌到我，跟住突然之間將佢碌咗下邊嗰啲咧。我超級無敵容易記住你。港澳嗰邊講粵語最正宗。Hello XM， 係啊，我有天鵝啊嘛，雲長，梗係啦。你睇下，你有見到嗰個天鵝就真係代表我係新人主播啊！呢句咧就唔話得你哋知嘅，因為我係老師，我係 teacher， 我就唔好教你啲唔好嘅説話啦，知唔知啊？我唔係西貢，我知你鍾意睇我着黑紫色比基尼啦，我知啦，唔使碌咁多次啦，乖啦吓 Stop， 唔好再講啦，再咧去咧 copy 呢句説話咧，我會拉黑你嘅。噓，乖啦，噓。嗱，叫你咧唔好再 copy 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係啊，雲長 ，Hello 啊，譯明 ，Hello。嗱，你一句説話咧講一次就得㗎啦，你 hard copy 咁多句咧，我淨係會覆你一句咧就好無聊㗎。同埋咧，呢度有150幾個朋友仔咧，佢哋應該想同我傾多啲嘢。等陣咧，我見唔到佢哋咧，佢哋會唔開心，所以咧大家唔好遮住大家嘅視線啊嚇！多謝東邪嘅關注，我好嚴肅㗎。16000點會有16000啊？160就有份。Hello ST，Hello 雲長你又翻嚟啦。Hello 咩都係關注，冇錯，飛機票又送咗張飛機票，送佢返蒲台。平時有冇踩單車？我唔踩單車嘅，雖然我識踩單車。1、2、3唔好睇，唔好睇都睇住先啦。多謝我男人嘅關注。嗱，你叫男人咧，又好似咧像是我的男人，但係咧其實事實上唔知你係邊個嘅男人啊嚇。老師點樣稱呼？叫我咩唔該。多謝靚仔，又見面啦靚仔。喺你身上睇咗健康、睿智、活力、可愛，喺我哋呢度年輕人冇嘅優秀品質。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有閃光點嘅，大家見到我嘅閃光點，我超級無敵開心，多謝大家鍾意我。點解唔好睇？嗱，呢個咧就叫眼光問題，就好似咧你想睇我，佢唔想睇我咁樣。你都係男人，愛不夠。我播唔到歌啊，而家因為 iPad 唔係新。邊個叫我？我冇叫你，喺邊度直播？喺抖音咯。Hello 啊，尷尬。唔通你係阿咩？Hello 啊，咩事？咩喺度？咩事？多謝冇煩惱嘅為你閃耀。Hello BB， 多謝Hello QIY， 一年一度溏心風暴。Hello 有啲押韻。表達能力好強，有香港口音。多謝，我唔識讀你個字，你個字點樣讀啊？呢個一個耳字一個健字，呢個字點樣讀啊？多謝影帝嘅關注，多謝影帝。多謝我靚仔嘅人氣票有幾強？我唔知，可能好強啊，應該啦，未必。
我唔識讀啊！你咁樣 copy 出嚟我都唔識讀噶嘛。努力找找我行嗎？廣東嘅月餅係咪都有 BGM？ 嚇？點解會有 BGM 嘅？點解嘅？哦羅 ，hello 阿羅 ，hello 香港定香港啊 ？OK，hello 羅，唱首千千闕歌聽下先得冇？嗱，我今日冇 iPad 喺身，我可以齋唱，大家唔覺得我唱得難聽就可以啦。我可以齋唱，但係咧可能唱得難聽。好啊，羅生 ，hi 羅生 ，hi， 多謝 D 嘅關注 ，hello 向陽而生，我哋又見面啦，向陽而行。你應該唔係第一次嚟。我冇男朋友，我冇 boyfriend， 我冇老公，我冇離婚，我冇結婚，我冇蘇蝦，乜都冇。我單身，我一個人。我講完。覺得你着依件衫就好似係中意運動嘅人，因為我真係中意運動啊嘛。Hello Sunny，多謝羅生嘅關注。Hello 啊，諗唔諗住做頭髮？Hello 11BB， 你諗唔諗住做頭髮？做乜嘢頭髮先？今日有冇打波？有，今日下晝去咗打波，真係好搞笑。唔好亂講啦，冇男朋友啊！唔好亂講啦，亂噏24升你2巴掌啦！香港人基本上聽唔明，你可以聽得明嘅加油 baby 醬，打咩波？打籃球 basketball。冇錯啊，阿滿，我係佢條女。Hello 啊，10億，你有女朋友多，不如羅生加我粉絲團，因為我有健身，我有打波，所以我嘅膊頭好闊。因為我有健身，我有打波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你估下？你猜一下我在說什麼？我唔係女童啊，邊個女童啊？我唔係女童啊嚇！我性別女，愛好男啊！我唔要你做我前男友。Hello idol， 出嚟隻抽，我唔要同你隻抽，你未必抽得過我。似 T， 我邊忽似 T 啊！我今日聽過好多句話，我似 T 啦，邊忽似我改得唔得？我改行不行？我一啲都唔似，我想講。雖然咧啲女仔咧企喺我隔離咧有啲細個啊嚇，顯得好有啲細個，我覺得咧有啲朦。我咧幫你抹下先啊嚇，有啲朦。點解好似抹完之後更加朦嘅？你哋香港過中秋係點樣過㗎？係咪好似大陸咁樣燒烤賞月拜月光？佢哋應該就冇拜月光嘅，應該咧就係會去睇下嗰個月亮咯，就咁簡單。似渣渣女？咩係渣渣女啊？會似好多細佬 Hello 啊 ，Hello 啊，連哥，你個名咧話俾我知，你應該唔係好細個，可能係你體型問題。我唔去蘭桂坊㗎，不過我知喺邊。嗱，你呢個咧妙咩卓啊？當你懂得了冷暖自知，亦就學識咗好自為之。我咧就反講俾你一句，唔係就話俾你聽一句説話，你都好自為之啦。關下你的嘴巴好嗎？你有點囉嗦了，不想看就出去好嗎？我都唔想雙語鬧你啦。出去，拜拜，飛機票。多謝關注下，對唔住啱啱鬧緊人，對唔住。賀中秋，多謝連哥嘅小心心。佢咧講嘅説話好唔文明啊，大家唔好睇啊嚇。多謝秋嘅飛機票。嗱，我淨係中意咧嗰啲文明啊、有素質嘅小朋友，冇素質嗰啲咧就唔好過嚟俾我鬧，因為咧我可能急嘅話咧講嘢會攣啊。我太急了，講話會有點那個。嗱，我拎香港身份證咧，我想講乜我就講乜，我識講粵語咧我就係我嘅自由，我想講粵語係我嘅自由，我想講普通話都有嘅自由，我想講乜我就講乜，因為我識講。你唔識講嘅話咧就收聲。你好嘈，咁你識跳舞咩？平時做啲咩才藝？我識跳舞，識打波，識田徑。我冇結婚，冇男朋友，冇離婚，我單身，因為事實啊嘛，300幾。點解咁鬼多人嘅？Hello啊大家，我好文明㗎，多謝啊嘅小心心，我唔中意鬧人㗎，唔好逼我。Hello 我10億，300個人都會見到你講嘢㗎。啊？升得咁快嘅？
你唔算啦，我唔鬧人，算啦，都不容易。你有隻天鵝仔，咁可唔可以送俾我睇下？佢鬧我啊 ！What the fuck！佢鬧我臭嘟啊！你知唔知鬧得幾難聽啊？多謝男人嘅天鵝，多謝男人。唔使睇戲嘅，因為咧我一般咧佢鬧我咧，我鬧完佢會俾佢張飛機票㗎。踢咗啦！多謝清風 BB 嘅天鵝。準備老伯，少啲啦，唔好入嚟啦，入邊太熱鬧啦。真係㗎，梁思琪發飆，幫佢畢咗業啦。我冇國慶節、中秋節淨放1日。冇喎，我冇學其他國家嘅語言。內搭有乜好睇啊？黑 T 恤好難明咩？吊帶，黑色嘅褲，啡色嘅邊。佢識講韓文。你唔好亂俾啲身份俾我啦！多謝羅生嘅天鵝。要唔要請保安？按照香港工資，真係㗎？咁我去㗎咯喎。我粵語歌唱得還可以，就係聽唔明。你可以聽得懂的，加油！你可以聽得懂的。非洲文，我係啊，我全能，乜語言都識啊！我乜語言都識。佢扮嘢㗎，你哋唔好信佢啊！你做我嘅保安，唔好啦，我做你嘅保安啦。香港人工幾多錢啊？有冇3-4皮嘢啊？可唔可以投半場3分？唔可以，真係唔可以。歡迎八神，Hello油咩？15,000最低，話洗碗都唔單止15,000啦，應該唔止啩？做保安喎，有生命危險㗎喎，點會15,000啊？冇理由啊，1萬幾？Hello AAA， 收下租好過。分我啦，你俾我啲啦，我又要上收租，我又想香港保普通安都3劈嘢以上，真係㗎？咁我要去做保安啊，有啲事去啊做保安，梗有危險啦！如果咧遇到啲衰人啊，攞個鏟都未必鏟得走佢啦。吓？咁平，咁我唔做啦，咁我都係唔做啦，算啦。我以為有3皮嘢，對唔住。0.3W， 我要去做保安，注意安全啊吓！注意安全。18 3劈個去做保安。嗱，其實咧我做保安咧，我超有責任心嘅，我一定會保證你嘅安全，所以俾我3劈嘢得唔得？我哋講緊香港啊，都話按照香港人工啊，香港人工啊，唔係大陸人工啊！哎呀，聽緊啲咩書㗎？唔認真上堂。係啊，畢咗業咪要揾嘢做啦。Hello CA， 有3劈，我喺我棟大廈做啦。我去得唔得？你唔好去啦，我去啦。唔好同我哋爭飯碗，我去啦。第一個路唔好啦，唔好攞走我啦，唔好啦。有危險，第一個跑。多謝極可嘅人氣票，怕你俾我哋中危險。你文根鬼獸做保安掂唔掂？我瘦係瘦，但係好大隻㗎。係啊，正氣。下一站世界之窗。3皮嘢即係幾多？我唔知點樣答你。Hello Hi 寶，Hello Jojo。你有工作啊？唔好同我哋爭。我冇工作，我邊忽有工作啊？讀緊書。邊忽有工作啊？嗱，我咧係上完堂之後咧，又同你哋上堂。好辛苦㗎，跟住咧又上嚟俾人鬧，唔知點解，唔知惹咗邊個。做住 model 先，我都想做 model 啊！有冇介紹啊？唔好拐咗我去緬甸就得㗎啦，可唔可以帶我去做 model 啊？3劈嘢就係3個0，咪就係咪3劈嘢咪就3，跟住加4個0，準備3萬蚊，真係㗎！保安先係歸宿，上班就按開關，工作內容簡單，手機玩到落班，危險就同我無關。點解有啲押韻嘅呢句説話 ？Hello 啊 ，DR，Hello， 我喺柬埔寨普薩行省
省，你喺嗰度做乜嘢啊？唔好做壞事喎，唔好做壞事喎。教我打波200蚊 HR。Hello DR BB 多謝天鵝。唔去緬甸去柬埔寨得唔得？唔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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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保安可唔可以溝女業主？你有啲衰喎！你做保安溝女業主，咁我去做保安可以溝男業主啦，係咪啊？多謝阿貓貓嘅天鵝，多謝阿貓貓。學外語啊！我又想學，有冇人識外語啊？咩俄語啊、日文啊、韓文啊？有冇人識？可唔可以教下我啊？咩女業主叫富婆去金三角？可唔可以揾到錢㗎？就金三角係咪正規㗎？係咪正規㗎？去柬埔寨免費觀光，我保證你一部分安全。你淨係保證我一部分，係咪真係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唔保證啊？去日本滑雪，去東北發達靠呢次，冇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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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，大部分唔安全，一小部分安全，大部分唔安全。都喺金三角，仲諗住正規，冇咁多你。我講笑㗎咋，大家係咪唔可以講笑先？唔可以講笑，唔准同我傾偈。Keep quiet。電詐團唔好啊！我哋咁乖，唔會做電詐團嘅，係咪先？最多一人打下 pat pat 啫嘛。多謝雙手嘅關注。出邊都冇咁安全。sex 個鬼啊！部分安全等於唔要嘅。下一站堅尼地城，你個髮型好得意，梗係咯，好羨慕你咁多人，人一啲都唔多，毛不多，點解分享我直播間啊？毛不多嚇，第一次嚟就分享我嘅直播間俾邊個睇啊？你又唔關注我，唔再分享，把聲好好聽，你把聲都好好聽，我想講，你可唔可以咧同我聯咪啊？一定好多人。Hello 遊騎兵 ，Hello，香港有冇？呢個我答唔到你嘅，淨係知爭啲俾人呃。一直都400幾人啊 ！Hello VIN，唔緊要，幾百個人都唔緊要，我一眼咁樣掃到你哋，唔緊要。肺部容量有異常，即刻拘捕檢查，啲人會走晒。冇錯，打鋪 PK 就走晒啦！你相信我，真係打鋪 PK 就走晒啦，真係嘅。一樓一鳳係咪真？唔覺。左邊嘅車門將會打開，請緊握扶手，請注意站台與列車之間嘅空隙。多謝極可 BB 嘅愛你哦。話咩髮型？嗱，佢講咗呢個劉海啊，呢撇音好得意啊。掃描儀級別嘅眼，卡姿蘭大眼睛。講幾句電影台詞，才影名。Hello 毛不多，你分享完直播間啊？你翻嚟啦，歡迎你回來啊！梗係聽益純啦，梗係聽噶啦，邊個唔聽？邊個唔聽？咩啊？我兩個屋企啫嘛，兩個屋企好多咩？迪拜係咪好有錢嘅咩？超有錢嗰種喎。幾時打落銅鑼灣？靠你啦！好正宗嘅粵語，多謝子毛黑馬怪。多謝 CA 嘅 kiss， 大家覺得我正宗嘅話咧，就錫我一啖啦。我冇睇過任何嘅演唱會，多謝木頭人，多謝親身嘅小心心，多謝十一 BB 嘅 kiss， 覺得我嘅粵語好聽嘅 baby 醬就錫我一啖啦，益你。依家都去柬埔寨，佢唔係話咩叫咩啊？反詐定係咩大繳啊？超多人俾人捉喎！我要住喺度啦，唔好啦。最近一次都係行過啟德睇，我仲未去過嗰邊。我最近嘅一次係去嗰邊演講比賽，嗰陣時拎咗即興演講比賽嘅優異獎，第一次即席演講，超緊張。唯一一次路過嗰度，不過係去嗰附近比賽，但係我冇去睇波。不過嗰陣時好似打緊橄欖球，多謝清風 BB 嘅 kiss， 我日日都去嗰度，哇做乜嘢啊？
利弊香港人，你覺得呢？你覺得呢？係啊，去舊年5個國家聯合緬甸打擊電詐，梗係啦！咁多人俾人拐子佬咁樣拐，乜都拐出去打，好，我哋咧而家人太多啦，我哋咧去打下我哋今日嘅壽星，我哋順便跌下人，好冇？我們順便釣人。Hello 啊，蒲公英，香港10號係咪仲有一個公休日？即係幾時啊 ？Hello 啊 JT，Hello 啊，唔好話唯有啦，叫我 Miss， 叫我 Teacher。香港住喺邊區？你估？Hello 啊豬幾高？1.66米，淨身高。Hello 黃生，凌晨好啊，大家凌晨好啊，2點早晨啊 ，Hello 白銀，冇錯，一去 PK 即刻掉人。甩人一定會掉人的，一定會的，會甩一半，有少少難估，好估嘅，超好估，一碌碌。嗱，冇錯，我咧目的，咁我嘅目的就做到啦，唔好再有懶音，我都唔想啊，但係真係有啊嘛，咁其實呢個習慣嚟嘅，冇得改噶。Hello 啊，狼又見面啦，孤獨嘅狼。Hello 啊，胡哥，我哋走出街瞓高多1厘米。去 PK 淨係識個領圖，唔緊要咯，愛我嘅人會一直留喺呢度，唔愛我嘅人呢係過客，不重要。人多咗會有，不過冇所謂，冇乜嘢可以舉報嘅。正常嘅 T 恤粵語，佢最多係舉報我講粵語，但係呢，我係香港身份，應該冇乜所謂啊！嗬，炸街，go，我哋 let's go baby jump。今日嘅首飾。Hello 啊，熱身市民，你有啲眼熟，你好眼熟。我想講咧，前2日咧見到一個女主播聲，哇哦 ！Hello，綿綿。Hello，我們玩什麼呢？咱們過程不玩，我只有盲盒，好不好 ？OK。好靚女啊 ！Hello 白銀 ，Hello JRY。你呢個咧8級嘅等級咧，就唔好講呢句説話啦，顯得你有啲戇鳩，個腦有問題咧，好似個腦咧冇揾乾淨咁樣同我講嘢，死翻出去啦，拜拜，飛機票，再見。依家有 double 啊 ，baby 醬，今日有 double，依家有 double，好靚女，超靚女，我想講，恭喜我 VIMBB 升級，恭喜升級，多謝 VIMBB 嘅禮花筒，多謝10KBB 嘅波子1家 ，sexy 嘅波子。恭喜冠名禮花筒，多謝我亦可，恭喜我 VIMBB 冠名。又點解成日講依句益下我啊？老婆返咗鄉下，點解會講依句説話嘅？多謝亦可 BB 嘅 kiss， 多謝10KBB 嘅波子1家，恭喜我 VIMBB 嘅禮花筒冠名，恭喜晒！阿 BB 套戲。益下你啦，我老婆返咗鄉下，咁我係咪可以講益下你啦，我老公返咗鄉下？下一次咧就第一句就講益下你哋啦，我老公返咗鄉下。其實事實上係冇老公，亦都冇 boyfriend， 亦都冇 girlfriend。好有梗，太有梗啦！大家個阿嬸講我老公返咗鄉下，真係㗎，真的嗎？介唔介意有一個應該都因為今日咧有衰人搞到我鬧人，跟住我把脷咧就有啲攣，就是舌頭打結了，就會講話不清楚。1點1萬隻老公老婆，你要唔要加埋啊？你要不要加入？多謝大家嘅小心心，多謝大家過呢個再嚟人數，我哋仲爭兩個 people。多謝醫生，多謝平淡，多謝雨風，多謝。JASS， 多謝，冇錯，得閒飲茶。係邊個？係我孖生姊妹，係我孖生姊妹。我哋甩咗100個人啦，要唔要跌？會唔會再跌呢？我哋估下咧。咁你加下我，重新加埋，返去食紅米腸。紅米腸唔好食，我想講呢，叉燒腸最好食。
冇錯冇錯。應該講我條仔今晚返工嚟拎下你啦。OK， 我條仔今晚返工嚟益下你哋啦。多謝暖陽 ，Hello 暖陽又見面啦。梗係啦，我有 baby 醬啊嘛，我有 baby 醬保護我。有蝦就好食，想食碗仔翅，我想講澳門嗰個碗仔翅超好食。幾時執翻劑？哦，咁我要鳳爪，咁我要牛爪。Hello M，Hello 牛牛，有 double 啊！我哋有 double 啊！依家有 double，我有首勝，大家加油！呢鋪係首勝，我有 double 嘅分，我有 double 嘅分。舉手，咩有嘢講，都唔知自己一張乜嘢。Hello M，Hello， 澳門舊年去過10幾次，多謝 VIN BB 嘅花花，多謝 VIN BB 玩到悶。邊度嚟牛爪？我話有就有啦，牛爪、牛爪。我說有就有，多謝 Happy， 多謝 Happy， 多謝 VIN， 多謝 VIN， 食一啖，偷偷哋咀你一啖，應該冇人發現，應該冇人發現。我依家讀緊大，多謝11 BB 嘅一束花開，偷偷哋食多啖，應該冇人發現牛腳。我走都要不保啦嘛，梗係不保啦！多謝易可嘅女神花環，多謝易可，多謝。Hello LL 遲大到啊你，我嘅展館，大家可唔可以努力點下展館啊？妹妹有啲強迫症。Hello， 唔好牛歡喜咯，酸菜炒牛大牛歡喜係咪啊？係咪鹹酸菜炒？唔係鹹酸菜炒牛歡喜。你係澳門讀書開始香港讀書啦？唔係啊，不嬲都喺香港。少，不嬲都好正，不過咧係越嚟越正。我係我 friend 喺元朗食過牛三寶，荷蘭豆炒牛歡喜。小心啊！小心偷塔！我嘅第一鋪首勝，小心偷塔！小心偷塔！小心！大家注意啊！大家運氣好 ，double yes！ 多謝11 BB， 多謝 VIN BB， 多謝易可，多謝老司機。Hello 主播 Hello， 可以親我們一口嗎？親你們一口。哇！可以的。好了，主播再見，一路長好。拜拜，你也是哦。佢好靚女喎，佢真係好靚女喎。有邊個幸福啦？咩又幸福啦？俾人錫就係好幸福嘅一件事。我終於 get 到啦！我錫你哋，原來你哋咁興奮嘅，我終於 get 到啦。原來是這樣的，唔係啊，係換咗個 account。Hello CEO， 咁唔興奮？好興奮㗎，真係佢好溫柔。哎呀，有啲面紅添，是啦，有啲面紅啦。冇啊，兩個人都好靚，不過我哋兩個嘅性格有啲唔同。應該係唔同嘅，應該是不一樣。面都紅晒，全部都係膠原蛋白。俾你搣下喎，淨係可以搣下。Hello 暖陽，嗱，由400幾人跌到成100人，大家開心未？對面 hold 唔住，咁你可以 hold 住邊個？膠原蛋白。Hello M。落去又揾佢，咩意思啊？Hello 雲長，上個禮拜3喺 Q Park 遇到我啦。Hello 啊，可惜你應該冇同我影相，只聽懂了這一句。香港嘅 M， 我在說歡迎你暖陽，歡迎你加入粉絲，不對，謝謝你關注我。下一次可以揾龍華，冇錯，謝謝暖陽的小星星。多謝梁，你讚我把聲，多謝 M，
多謝 M 你又讚我啦，我等我呢塊面更加紅啦。我的臉好紅啊 ！Hello 番茄 ，Hello tomato， 有點紅溫啊！我塊面依家好鬼紅啊！係啊，番茄係啊 M 啱啱好。係點解咧？你個頭像同嗰個牛牛頭像一模一樣嘅？你哋兩個係咪背住我有啲咩奇怪嘅關係啊？下一次北區見見。冇咯，佢嗰個係機米酒嚟㗎，冇乜度數㗎。突然我叫佢唔好教我咁高，因為咧上一次咧就係整到我塊面紅晒。我的臉都是紅的，直播的時候那個舌頭都伸不直。講嘢捋下啦，大家就會鬧我有男人。其實我唔係特登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故意了又能怎？我都係紅晒，我想講。馬騮屎忽，你先係。多謝彬彬嘅小心心，多謝彬彬。我碌個飛機去香港，可唔可以請我做個叉蛋飯？扮罪人去香港可唔可以請我做個叉蛋飯？即係咩嚟㗎？咩叫叉蛋飯？可唔可以請我食個叉蛋飯？可以啊，Alipay 轉俾你啊！可以啊，Alipay 轉俾你啊！靚酒唔會紅喎，咁我飲嘅酒應該唔係靚酒啦，應該係屎酒。叉燒蛋飯，唔係佢中間有一個字請我做個叉燒蛋飯，我以為要我自己親手做俾你食，咁就唔同價格啦。幾時開播？依家咪開緊咩 Baby 醬？喺邊度打波？其實咧，我大 account 全部都係打波嘅相片，係咯，叉蛋飯 OK 啦，最中意食叉蛋飯。我平時食叉燒飯唔加蛋㗎。我唔通頂啊，係我瞓覺瞓到下晝4、5點。嗱，我個閨蜜又亂我啦，大家接唔接？接不接？接唔接？我要星爺同款黯然飯。嗱，暗唔暗然我唔知，但係咧一定黑暗。你要唔要啊？嗱，接。嗱，我睇下佢有咩事啊嚇。Hello， 閨蜜。Hello。你是用粵語嗎？我可以跟你說普通話。沒事，你用粵語跟我對話，那會不會很尷尬？我靠！咱們就打一把。你直播間有多少個人啊？什麼？你直播間有多少個人？我靠！我知道為什麼剛剛連不到了，是因為我那個手機連了那個藍牙，然後就一直聽不到。我直播間幾個人？6個人，我去之前400個人，我靠！沒好好把握。那我們玩一把，輸了往臉上弄東西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呀，我感覺我會輸啊！我靠。幾個人？看一下夠不夠打我們這140個人了啊！我去，打不過，我靠！那我們就重新連一把。好，重新連。那我閉麥了，我跟我的寶寶們聊聊天。OK，閉麥。嗱，佢咧就盛情邀請我咧打 PK 啦，咁我就唔知佢有冇分啦，我真係唔知。跟住咧唔知嗰個戇鳩叫整個瓶子定係叫咩啊？佢話咧我。多謝我 VIMBB 嘅真愛玫瑰，去對面守塔 ，Go 去啦 ，Go 去對面守塔啦，去啦！多謝 VIMBB 嘅真愛玫瑰，多謝，謝謝。嗱，嚟呢度講話去幫對面守塔咧，我真係會冇錯，冇嘅話你唔同佢玩，哼。做我的貓，想把你摟在懷裡笑。做我嘅貓。多謝我11 BB， 多謝我亦可 BB 嘅草莓嫩玫瑰，多謝我 VIMBB 嘅真愛玫瑰。滿舒克。
唔係啊，係唔知邊個咧去佢直播間話我琴日鬧佢喎，但其實我真係冇啊嘛，咁冇就係冇啊嘛，做錯就要認，冇做錯就真係唔認啊嘛，你叫我講對唔住都會好唔開心噶嘛，所以咧佢就話今日話邀請我打 PK 啊嘛，我唔知佢有冇大腦，跟住我咪接咯，因為我冇做啊嘛，我啱啱食飽喎，咁算啦。咁算啦，那算啦，多謝 VIN 嘅小心心，多謝 VIN。嗱，大家咧要聽我講，你冇做過嘅嘢咧就唔好認，都唔好講 sorry，不可以，我不同意。我都唔鬧人嘅，你對我好，我點會鬧你啊？你對我唔好或者一入嚟就鬧我先會鬧你啫嘛，咁唔明再咯。多謝可，多謝我何到達 ，Hello 鐵漢柔情。多謝 YOBB， 歡迎上古和子加入粉絲團。嗱，你冇做過嘅事咧，佢過嚟問你咧，問極你咧，千祈唔好認啊吓，千祈唔好啊！有咩唔開心咧，有咩委屈過嚟同我講啊吓，幫得就幫啦，幫唔到就聽啦。Hello 東方象座 ，Hello 派大星，係嘅。嗱，大家唔開心咧，記得同我講啊！有咩委屈事咧，有咩心事咧，都同我講。係啊，我唔係廣州噶，你估錯咗啦，你猜錯啦。Hello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直播間啊！派大星，你嚟咗好多次啦，但係你好似每一次都冇講嘢。巴拉，今日麥當勞又出新品啦！佢廣西，我是廣西的，你信唔信啊嗱？你信唔信啊嘛？講笑噶，像咗講笑噶。我唔係東莞噶，前任今日官宣咗，廣西撞死4隻雞，班沙雞肉漢堡6+3等於9。前任咧，我同你哋講啦，前任咧就當佢死咗就得噶啦，你唔使理佢有冇官宣噶，無需在意的。前任啊嘛，前任就係前任噶啦，你不如等下下個，等下後任，做乜理前任啫？為什麼要管前任？對不對？他都叫前任了，你就不應該管他咯，你就應該去找後任的啦。你個女朋友好似失戀咗，點解係你個女朋友好似失戀嘅？唔通你移心別戀？仲有前任嘅微信就係錯嘅，錯的大錯特錯。大錯特錯，分手啊就應該分得好乾淨，冇錯，分手啊係一定有原因噶。其實咧喺你哋嘅拍拖時期咧，如果你哋嘅問題係可以解決嘅話咧，你哋就唔會分手咯。我唔知啊，呢個頭巾點解咁 Q？ 有啲似咧，佢上一次 AI 嗰個相。邊個鬧人？嗱，潮到冇朋友啊！潮到冇朋友。啱啱講到邊？嗱，啱啱講到咧，如果你同另外一個 girlfriend 或者 boyfriend，你哋仲喺度拍緊拖，你哋嘅問題可以解決嘅話咧，你哋都唔會分手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咧，你分咗手之後都冇必要去諗你自己同佢仲有冇啲乜嘢關係啦。其實佢做咩都同你冇關係噶啦。沒有關係的，乖乖啊吓 ！Hello， 姐妹。哎呀，我去，那我貼個貼紙吧。好。貼個這個，打布布。再打一把，再打最後一把。你要復仇啊？什麼？你要復仇嗎？要不我們倆去打別人好了。哎，可以，這樣可以。那我們去連別人。可以，這樣可以。怎麼搞錯了？我哋 hello 我哋又見面啦你應該換吧，說換吧，沒節目。這更沒節目，這個不超。哎，你咩咩，你指定是個新主播對不？你有分嗎？你就問我。你有分嗎？你有分嗎？過程閉嘴，結尾才藝可以嗎？可以啊。破百開始可以嗎？可以啊。來吧。會跳舞嗎？
不會。啊，没事，不用，咱就玩過程。哥呀，哥呀，哎，哥呀！再次感謝樊城哥的熱氣球。一開台呢度問。多謝 VIN 嘅真愛玫瑰，打佢，嬲喎，打佢，嬲死我啦！就換，氣死我啦！大師我悟了，悟了就好了，分了就分了吧，下一個更乖寶貝。佢暫停喎，睇下佢講咩先。把背景音樂關了唄。為什麼不讓我放？你看你不玩逼賴不讓放嗎？過程閉嘴不是說保持安靜嗎？插背管里鎖脖了，掐死了哥。你快點的，咪咪，你離那個攝像頭遠點，我們大哥都剛喝完酒，怕瞅你瞅吐了，快點。你剛才那造型呢，就是你有票嗎？我喜歡你剛才那高姿態。但是我說白了，我剛剛連上他的時候，我看他就是一直在踩電門，就是。我喜歡。感謝樊城哥，感謝各位大哥啊！再說了，感謝盒子。咱不知道播啥了，非得把那個大头貼臉上啊！啊，9年的這玩意兒，你能咩咩？我說你新主播，你還不信？你現在也不用強顏歡笑。這生日郭嘉誠真的，這倆你看小呢。這個感謝這個咩咩呀，咱說實話呀，也是歡迎從小就講究，也是剛成年吧。說實話，也是。他倆看着歲數不大，差一個人郭嘉誠，就是咋說呢？就是他肯定是這麼聽說的。身邊感謝我歡迎我弟弟啊，傻弟，幹主播掙錢呢，吹牛逼幹主播不掙錢，他才幹的，不是哥就是說白了這。我得想想說，就是那個我怕没了，欢迎紧，得去一趟你那头哥，打点玻尿酸了，整吧了哥。说实话，也才能那啥，就是按照感谢我宇哥这个造型说播白了，也就是3个月出播，我给称之为全部起名为3个月出播，够呛。哥，你说整哪儿啊，哥呀？往哪个整呢？你说呀？那啥，那个就是那个 HU 啊，有明天起点中文名，行不行？你再说你证明你是主播，你上1票。我求你了，你要牙疼就是吃点布洛芬。你是有病哈吗？把手放下，你拉那儿了。啊？你说黑色球衣真的？我求你了，你上1票。哎，真上了，你求挑死。真上了，我他妈羞死了。我说实话呀 ，S 啊，哎呦我天哪，就这1毛钱。现在抖音价扣税你都提不出来，你都得打抖音点，真事儿。你笑啊，明明你笑，刚才笑。孩子，你能矜持点不？雨尊，我这其实都是装的，我平时要单独给你笑，我这样。你这笑死。你俩唠嗑吧，我俩成不爱播了，我俩好给你俩播呢，你俩播的都没人，真的。没人上票啊！你看 B 出还穷横，还你寻迷？哎，我欢迎我玉米哥，感谢苞米让我们相识，反正啊，这回够了吧？这不用说非得就是有没有票了吧？就是玩儿。哎，我说大哥就是刷俩零花钱儿。我哥刷的哪是零花烟钱啊？刷个也是又那少买个烟呗。那吧。这气完了。什么实力不用说了。哎，这合影，拼装的吧？那没招啊！眼神1分钟了，是不是拉票时间到了？啊，你行，你拉吧。这就是直播不能抽风，因为 H 早超过。其实 H 长得吧，论颜值来讲，能吊打这个咩咩，略胜一筹，知道吧？3期开。哎，别说那屬於人工。我聽人哋咧罰企罰咗1分鐘，哦，3分鐘。我哋30秒有冇奇蹟？佢想咗個乜嘢啊？仲有13秒，多謝大家啱啱嘅過呢個助力人數，多謝大家過呢個助力人數。
好啦，呢鋪 PK 結束啦，多謝 VIMBB 嘅真愛玫瑰。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。欢迎樊城哥啊，就开玩笑，别生气。你是会啥造型啊？会啥绝活啊？咪咪？我是粵語歌，粵語歌。呀，咖喱都冇咖喱公啊，會上你後邊都三個嗎？啊？OK， 那 OK， 他不懂，没听懂。他会唱歌吗？就是还有跳舞啥都会吗？跳舞会吗？跳舞播不了歌，我可以唱歌。啊，这你这温柔多好啊！你是这多好啊！当然是听我很温柔的。哎，小玩意儿，死玩意儿，多大了？今年呢？18。啊，是吧？真18是吧？真18。那你跳过去扭他2下吧，来吧。扭2下吗？别给我抬走。哎，不能，你穿挺严实了，给放大 DJ。放大。喂啊。扭2下，想咋扭啊？就是趴，性感一点呗。性感一点。让我各位大哥都审美，我做的全是社会名流，全大哥，给他放大，自己给自己嫩大。嫩大是吧？对，嫩大，全员放大点。是这样不？全员放大。全员放大是吧？对，全员放大。咱看一眼，站起来。我训你来1分钟吧。训我是吧？来，我站起来了1分钟是吧？来。1分半啊！我说开始，咱不玩赖，好不好？我看一眼。可以就这样。你先把手机放那儿。我手机放不了这么高放桌上底下吧，大哥都花钱了，对不？我看下给你放哪啊？啊，这挺能玩得起的。哎呦我操！放这吧。我聽唔到冇啊，我都想聽冇啊。挺好。我给你放外面吧，咱去外面吧。哎，好，哎。好的，那我就给你放这了。哎呦，来吧，咱开，哎呦，咱开训，来训点啥呢？往后倒，站起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后边不能站上去吗？我看着了。后面站不上，后面是椅子。啊，对呀 ，OK。往后我想看见全身不行吗？全身吗？这样能不能看啊？看不着啊。看不着啊，我看一下呢。我让给你戴哪合适啊？给你戴这吧，就合适点。我也看着红木家具了。来吧，够不够全？哎，往后倒点，往后倒吧，先露全身，我再指挥。OK。可以吧？够全身不？先倒，我们那正式开始。别跟我给我抬走啊！做不了，抬不了走，穿挺多。坐侧面转一圈。转一圈是吧？转一圈。蹦一下子，大跳一下子。妈，对象搁家，你就让我看你对象哪？我嫂子在家呢。再蹦一下子。还要再跳一下子，跳了。转过去，背对一下子，背对我呗。背对你。就坐那儿吧，没啥玩意儿。啥？没事，给他放大，给是放大，挺好，挺好。你罚他吧，孩子。看你嘛。啊。应该可以的。能不能查房啊？查房？可啊。不行。为啥呀？对，有没有玩具啥的？古玩麻波啊？你对哥，我们哥啊，这个我没好意思说，他肯定有人说了有玩具，这。对，他也想求去。完我那个给你充个眼镜，咱拿下来瞅一眼行不行？那个主播真没这个不封号，儿子撒谎。这个儿子撒谎，那你都敢说对不对？咱看一眼呗。我自己他妈自掏腰包给你刷个比心兔兔，你去取去吧，我们等你。看哪一款他也要买。跑车，转跑啊，转跑。我不给你，我是那个，这不让说。我不是个那啥主播，真的。你操了！你想想，我怕你玩跑了，咱有点诚意行不行？
我给你个眼镜行不行？先定金先交下子。有点不相信啊。我先给你个定金行不行？我真不玩嘞，我自己呢。对呀，咱先表达诚意，我先给你个定金，一个眼镜，好吧？不是，我都跟你讲有了，为什么？那看不是在主播就看一眼吗？唔使你幾多個人咯，一個人都未必打得過。对吧？你去哪等你？多謝貓貓。真的，你这主播就没为啥不挣钱？确定不跑？谁跑谁是那个，真的，谁跑谁是那个。哎，不至于，老妹儿。我今天都被别人画一个大饼了，说谁跑谁是那个。对，咋走有意思，觉得你俩也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不错。唔准笑啊！俾人打殘咗，用笑。谁跑谁兒子就行了，不磨叽，老妹儿。这么说还不信呢？这是有啥的？你现在都敢说那这都大哥，他喜欢对不？你要万一吸个大哥去给你对不？好尴尬。對啊。怎么这有啥的呀？就22。我就一可唔可以幫我復仇啊？一個就一個呗救命啊！復仇 ，please。真事儿没，他没抖包袱，这都正常聊，当好朋友，谁知道了呢？文玩嘛。哎，真事儿，你他妈可别笑，你好像你一笑真吓人。個女仔唔千分咯，還俾人知你。想说爱你，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阿丽丝不是，这不是韩那个雨桐，人叭就拿出来，操！人还有呢，人说又进货了。等一下，没看到吧？我靠！等一下，别说啊，咱就正常，正能量。你别欺负我小主播，我靠！我也是小主播，谁比谁没强到哪去？是谁送我？你先说。那个，我先说给你交定金行不行？咱俩先开一下子，来，那个啥，那个先这个来，先互动投票那一下子来。我哥去，先给你来个眼镜啊，哥你先过去，我哥先过去，我4级大哥先过一下子，行吧？咱不玩赖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然后等会儿给我刷个钻头。哎，等着，那对也怕你那啥呀，呢，别放大就正常就行。好尴尬啊！哎，怕鸡毛啊！他妈没刷呀，但是没刷。等你呢，儿白，我们都这么半天，为啥把人早走了？不是说先给我定个墨镜吗？哥，谁给他先来个眼镜？哥，先给他俩先来个定金，不然咱都互相那啥，给个眼镜吧，咱给个9块9，咱交个定金。哥，反正哥啥哥说冷就冷，真的差。5分鐘啦。冇辦法啦。OK。这个小话筒真不错，好嘞，能 OK， 我给你点关注了，老妹儿，一会儿哥下播去啊。不行，哥下播去，我不去怎都行，我叫你给我回关啊。好嘞，我感觉你忽悠我，我靠，走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刚刚说啥呢？让我给他看那个玩具。什么玩具啊？就是那种玩具，然后给他看了，然后他说给我刷跑车，他又走了。他说等会给我刷，我感觉骗我。什么？你们刚刚这么 open 的吗？这先不說了，姐妹我先下。又忽悠我，我靠！你被騙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。唔怕，今晚70後嘅大佬都搬上台。我唔知啊，淨係知咧不斷喺度俾人軍訓咯，唔知做乜嘢。其實咧，我前面咪冇禮貌，係佢哋咧一連到我哋就話換一個咯。哎呀！不過多謝阿媽媽喺度幫我過呢個加成，不過浪費咗一個1.5倍嘅加成。沒辦法啊，這沒辦法，沒轍，這沒招。但是
發的確實是有一點那個什麼了啊，確實是啊，挺好的，不咋好，沒感覺哪好。真啊，啱先咧，佢係因為佢話一聯到我哋之後就話要換一個，跟住咧我先話又冇分唔準緊嘅。但係咧，事實上我哋輸咗嘅話係冇乜所謂嘅，估到。娛樂效果啊嚇，娛樂效果，大家無需在意。娛樂效果。單純係要俾壓㗎啦，習慣就好啦，習慣就好啦。冇大佬係咁嘅。沒有啊，佢啱啱3分鐘都喺度鬧緊我，冇乜所謂嘅，其實就唔開心係會有啲嘢，不過咧輸咗要贏。我唔知啊，我哋係第一次玩，我哋第一次咁樣玩。佢罰咗啲咩我都唔知，佢叫我企度，跟住轉咗2圈，跟住跳2下，跟住咧冇啦啩。今天播多久？好像播了2個小時了，對唔對？咁輸咗，我哋又唔可以滾刀咪更容易俾人鬧。個拉又好搗蛋，蝦我 EDC。佢好囂張。係咩？我啱啱淨係同你哋講緊嘢，我都冇仔細聽佢哋講緊啲咩。主要係，我唔知佢啱啱叫佢做咗啲咩，我係後面先發現嘅。不過嗰個係真係有啲嗰個咩啦，真。第一次玩，下次唔會㗎喇，仲不如打個人嘅 PK，沒有什麼意思。但係咧，我哋冇實力啊嘛，冇實力嘅話，咁就要聽佢講。如果我哋有分嘅話，就可以復仇咯。不過佢可能睇佢0分，跟住喺度恰佢啫嘛。輸咗要認都係嗰句算啦，認唔認真都做完啦，認唔認真都做完啦，冇所謂啦。我其實咧我冇 get 到玩具係乜嘢，我以為佢話佢本身我聽到嘅係話睇房定係睇房間，喺度阿爬看房間，跟住我冇去聽佢後面講乜嘢玩具，其實我冇 get 到係咩意思咯，係後面我先知嘅，好後面先知嘅。多謝阿鵬嘅為你閃耀，多謝阿鵬。Hello RAY， 係啊，冇所謂啦，做都做完啦，罰都罰完啦，是但咯，是但咯。下一次，應該就唔會再去，單純就要俾人呃，有啲唔公平，有點不公平。你揸車俾人罰，梗係冇啦。咩俾人呃？啱啱打 PK 輸咗，跟住咧佢哋叫我嘅閨蜜啦，要睇佢個房查房，跟住咧佢話唔可以，唔方便啦。anyway 對面主播就話睇玩具啦，其實冇 get 到咩叫睇玩具，跟住佢哋先同我講話，原來玩具係嗰個玩具。
但係咧佢哋先打咗7000分，跟住我嘅軍物係0分啦，我唔知算唔算，冇錯。咁冇辦法啊嘛，咁係輸咗啊嘛，對啊，是男主播。跟住佢叫我企起身啦，跟住叫我轉2圈啦，跟住咧叫我跳2下啦。不過冇俾人封冇乜所謂啦，俾人封嘅話我會屌佢老母咯。唔准漏細眼仔。冇啊 ，B B 我冇散，天生嘅。我阿媽冇啊，我都冇。咁第一次玩啊嘛，我哋又冇大佬，梗係俾人蝦㗎啦。我哋又冇大佬，係咪先？咁我又第一次玩雙人 PK 喎，雙人嘅比賽又輸咗喎，咁咪俾人罰咯。可以叫換個懲罰㗎。佢啱開始問我可唔可以跳舞，跟住我話 iPad 唔喺身播唔到歌，跟住佢又叫我企喺度，跟住咧我咪企咗喺度咯。我就出咗去揾一個可以擺手機嘅地方，跟住咧佢就叫我跟住佢就叫我俾佢罰1分半我，跟住我咪將我部手機擺咗出邊咯。擺咗出邊之後咧，佢叫我轉由前面轉去後邊，跟住咧又叫我將個人企後啲，要睇下全身，跟住咪照做咯。照做之後，佢又叫我跳2下，跟住又叫我企喺嗰張凳上面。Hello 阿濤，撈嘅。咁我第一次玩啊嘛，哈哈。我唔知可唔可以換個懲罰。我叫佢換咗一個啦，佢本身叫我唱歌㗎，我話可以唱歌，但係佢又話唔要喎，佢話咩佢哋大佬要睇咩全身，佢哋講嘅，咁我又覺得企全身都冇乜所謂嘅，又冇乜唔俾睇。Hello 我獨角獸，咁我哋輸咗要認啊嘛，同埋我冇諗到佢提出嘅要求係咁過分咯，同埋我冇 get 到，我冇幫到我閨蜜講嘢，我其實就好，我覺得我自責嘅點喺呢度咯，唔係因為即係點講咧？我哋有盡力打，我有盡力打，但係咧我冇 get 到佢講嘅玩具係乜嘢意思，跟住咧導致我個閨蜜俾人蝦。佢講嘅玩具，我本身係冇 get 到咩意思啊！佢話茶房，跟住咧佢茶房話，佢叫我有張凳度跳翻落嚟啫嘛。跟住我話我跳唔到咯，我講咗我跳唔到噶啦。同埋我係孫主播，邊度夠膽惹佢啊？因為佢哋真係個分多過我啊嘛。我冇跳啊！我講咗我唔得㗎，我講咗我唔得㗎。Hello Vivi， 多謝我。跟住我先聽到佢話嗰個懲罰係咁樣嘅，我咪覺得自己。我真係冇 get 到佢講嘅玩具係乜嘢意思咯，我想講真係冇 get 到。佢本身話 check 房，跟住我個閨蜜話咗唔 OK，跟住佢又話送啲乜嘢，佢嘅大佬要睇啲乜嘢，咁其實同我哋冇關係咯。唔知啊，佢淨係話佢話大佬想睇啲乜嘢，叫我哋企完之後咧，佢哋就罰咗我哋3分鐘，跟住咧又話要我聽佢懲罰1分半鐘。其實佢話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咯。但係我而家喊嘅點唔係因為我哋輸咗，而係因為我冇幫到我閨蜜，同埋大家好似講到我好似
對唔住大家，對唔住。但係佢講得好串啊嘛，全部其實每一個人都係新主播啊嘛。因為我一直都有同大家講緊嘢，但係我真係冇聽到佢講咗啲乜嘢，我係後邊先發現㗎。對唔住，我冇咯。我想講，佢叫我由張凳度跳落去，咁我梗係唔會制啦。我想講，咁就算你打咗7000分，你打咗7萬分都唔關我事咯。做唔到就係做唔到啦。咁佢叫我唱歌，anyway，我覺得 OK，可以唱歌俾你聽。但係佢叫我哋由張凳度跳翻落去，跟住咧，佢叫我個閨蜜話要，叫我嘅閨蜜話要佢。唔俾佢哋 check 房，咁其實咧，我睇咗咁多場直播，冇見過有人提啲咁過分嘅要求，7000分話要俾人 check 房，咁其實封唔封都冇乜所謂咯，是但啦。跟住咧，咁佢真係信，咁我冇辦法啦，我海富。真係要去睇你嘅閨房咯，我想講，大家換位思考一下，佢打咗5000分之後話要睇你間房嘅喎，係佢做完之後俾佢哋睇完之後，佢哋反而作為即係佢哋贏咗之後，佢哋做嘅所有嘢，我哋都有做到啦。跟住佢哋自己滾刀之後，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咯？我想講。唔係7000蚊喎，我想講係7000分啫嘛，一個主播咯。算啦，唔想講呢個啦。我有拒絕，但係我閨蜜嗰度發生咗啲乜嘢，我真係唔知啊嘛。好啦，啱啱係小插曲，乜嘢都冇發現。你話咩睇玩具？睇你老母咩？我想講。主要係佢自己後面打完 PK 之後喺度講話乜嘢？講咩話？娛樂效果？乜你娛樂效果叫人睇玩具嘅咩？真係我想講，咁係咪等陣我哋復？如果真係我哋有分去復仇嘅話，係咪真係話我可唔可以睇下你老豆喎？多謝海虎 BB。啊哈！
咪就係咯，咪就係咯。多謝海虎 BB。唔係輸唔輸嘅問題啊，其實咧 anyway 我係冇輸嘅咯，只不過係我嘅閨蜜俾人蝦，但係咧我冇聽到咯，但係我後面先 get 到佢講係玩具係嗰個玩具咯，我想講係咪戇鳩㗎？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如果我打70000分，係咪叫我睇下你老母睇下你老豆啊？因為咁樣一定唔會俾人封啦，我想講。我都覺得應該係冇嘢嘅。咁鼻音會更加重。多謝筆筆嘅 BB 小 B， 多謝筆筆，謝謝。唔係影響到我咯，係見到個閨蜜俾人蝦，你乜嘢都做唔到。那如果說我給你刷個火箭，你能不能給我看下你的玩具啊？我直接用普通話說都可以的。我給你刷個戰士跑車，你讓我看下你的玩具唄，看下你媽的玩具可以嗎？你來我這裡帶節奏的話，你真的就是來找事兒。我說句實話，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玩具？我給你刷個鑽石跑車，可以嗎？可唔可以啊？我調翻轉，我過嚟送俾你啊，不如。你來我這裡找媽，這不閒得蛋疼嗎？哦，好啊，開唔到啊，要咧提前教先得㗎，提前教先得㗎。冇啊，沒有搞什麼。好啦 ，stop。講下人氣先。沒哭，只是眼睛紅了，進沙子了。眼睛進沙子了，主播進去了，眼睛太紅了，呵呵。多謝小肥。唔係啊，唔係啊，我隻眼入沙啫。多謝我波波 BB 嘅飛機，多謝我波波 BB， 梗係大啦，多謝我波波。你送俾我一架飛機，咁我唔送俾你飛機票啦。多謝我波波 BB， 多謝小肥嘅位，你先要。上課，老師上課檔，上課檔。上課，係啊，刮風啊，沙入眼啊，眼睛進沙子啦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我隻眼入沙，大家無需 care，無需 care，隻眼入沙。識講粵語，但唔識打翻譯粵語，即係咩？拜拜。我戴眼鏡睇得出係靚女定係醜女？咁如果除咗眼鏡會唔會唔同啲㗎？唔緊要，我會有飛機票㗎，大家唔使驚，會有飛機票㗎，會有飛機票。你鍾意戴眼鏡嘅我？佢哋話我戴眼鏡有似 teacher， 就超似 teacher。多謝筆筆嘅為你閃叫，多謝筆筆。唔使揾啊 D.O， 唔使揾啊。除咗眼鏡隻眼容易入沙，
大考就嘅嘉誠仲勁。嗰時疫情好似周街都靚女，啱我多啲。女仔冇乜嘢咯，我想講係男仔不斷喺度，得就 Vivi 嘅 kiss，防沙、防面紅、防眼紅。我哋加密通話，我們加密通話。香港定係澳門？戴眼鏡有 feel 啲，真係似粵語老師多啲，即係就是更像老師。嗱，其實咧佢講嘅所有懲罰我都有做咯，你唔可以話我玩唔起咯，只不過我內疚嘅 point 係我嘅閨蜜俾你咁樣玩咯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可以屌你老母屌到天光啊！死出去啦，唔該。開個細 account 過嚟鬧我咧，一定會屌你㗎。中秋節快樂，筆筆。不過已經過咗啦。拉黑咗啦，拉黑咗啦。你哋唔好同我爭啦，唔好同我爭啦。對呀。拉黑咗啦，拉黑咗啦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瞓覺啦，首先你瞓覺啦。我想講呢，我唔想飆個水。你知係邊個㗎，海虎？好啊，阿 J。我可以屌你老母咯，可唔可以啊？我好溫柔㗎。你呢，用住一個全家福呢，就幫自己積下口德啊！唔該，中秋節流流，第二日啫嘛。香港。我可以屌你咯，但係你屌唔到我咯，sorry。他們沒有素質，我也可以的。睇下邊個手速快啲咯。係啊，過咗啦。但係呢，用自己屋企人嘅頭像呢過嚟鬧我呢，就顯得你好冇品。我唔係特登㗎，我係唔會鬧有素質嘅朋友㗎。我係唔會鬧有素質嘅朋友㗎。我唔知啊，可能呢有啲吸渣、吸戇鳩體質，梗係啦。我唔玩遊戲嘅，我唔打 game 嘅。不過呢排都想打王者，想打王者。我上一次開好耐。即係咧更新咗好耐啊，跟住咧玩咗一鋪升咗16粒星啊，16顆星，可以啊！你想點文藝 feel 啊？同你講，BB 你好乖啊，好 Q 啊，好有藝術情操啊！你覺得咧，法師？我唔玩英雄聯盟啦 ，BB。我更新完之後係鑽石咯，鑽石咯。我係鑽石，可唔可以同你哋玩啊？有啊，啱啱先講完。咩打話，我叫你媽媽，你而家都可以叫我媽媽嘅，而家都可以㗎。一樣，我2-3個賽季先打，冇打。我要同你玩，但係好垃圾㗎喎，真係要同我玩咩？我好垃圾㗎喎，
你哋可唔可以帶飛我㗎？可以先算喎，可以先算喎。多謝隱居嘅關注。你呢個名有啲似嗰個山居秋明。打緊啊！我又要打，我仲垃圾。我先唔信，多謝 L 嘅關注。我 V10，但係我好垃圾。唔緊要啦，你 V10可以咧擋住你的所有手法。法師你嚟得太遲啦！我玩中單輔助射手都 OK， 但我打射手一般般。我幾個月冇開王者，我應該有1年，但係咧近1年淨係打咗1鋪，我都係玩中路喎。你玩中路咁我玩咩啊？上單同射手，我係打中單或者輔助。1蚊一隻雞，1蚊一隻龜，雞貴定係龜貴？應該係咁樣讀㗎嗬，應該冇錯啩。我終於開始跌人啦！終於開始跌人啦，應該係咁樣讀嘅啩。你可以輔助我，真係㗎？有冇賢會啊？勁唔勁啊？厲害吧？大家鍾意咩咩㗎？可以點下粉絲燈牌。今日就咁樣報咯，我隻眼有啲紅，進沙子啦！耶！搞到我紙巾都用晒，冇 tissue 啊！多謝法師關注。多謝法師 ，Hello 句號，你終於嚟啦，句號 BB。係啊，20OM 句號，你嚟得太遲啦！你知唔知點解戴住副眼鏡啊？黐線蜘蛛條黐咩話？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住支樹枝。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住支樹枝，應該係咁樣讀㗎嗬？我可以俾你玩輔助我吓，咁你咪揾到賺啦！多謝 D.O 嘅關注。打野不會，其他位還好。我打野也不會。多謝叫我 BB 嘅為你閃耀，又重新開始養啦。你忙完啦？豬，你有豬啊你有豬啊你，勁唔勁啊？講得好正，勁唔勁啊？唔好不要考我，這個很厲害的。800標兵奔北坡，對啊，講錯。800標兵奔北坡，炮兵並排北邊跑。跟住咧，標兵怕吧，跟住咧，我唔係近視，我一隻近視一隻遠視，勁唔勁？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嘅國歌，呢個太簡單咯，太 easy。多謝我句號 BB 嘅閃耀，好粉。有要求嘅，原來有要求嘅，已申請，句號已申請。入實驗室撳緊急掣，入實驗室撳緊急掣。大夾子輔助士標94，你講流線啊？吱，go。唔得，唔近視戴眼鏡就俾我諗起浩明哥嘅老錢風要將我笑死啦！對流線，各個國家呢一句每一個識廣東話都識，我都想講，太 easy，太 easy 啦！今日戴眼鏡都咁多人，令我有啲諗唔到，大家係為住啲咩嚟㗎？為住我把聲嚟㗎，定係為住我副眼鏡嚟㗎？定係為住我過嚟㗎？但係點解戴眼鏡都咁多人嘅？多謝叫我 BB 嘅波子，sexy 嘅波子。多謝叫我 BB，好久不見。你啱啱喺度就好啦，咁我應該就唔會俾人蝦啦。Hello AN 牛魔，我想講呢，我玩貂蟬好鬼憎牛魔，我唔知點解。想笑又聽不懂，來跟我們一起笑。我們在說800標兵奔北坡，炮兵並排北邊跑。還有蜘蛛吃着蜘蛛的那個蜘蛛絲，點解咁巧
粵好靚啊！我想講粵語頻道都會停留，咁我可以俾翻個粉絲燈牌俾我啊！我都係貂蟬喎，但係安琪拉係第10啊，元朗唔係吧？係啊，你說的沒錯，你說的是對的，對的。啊，係啊，有冇粵語繞口令啊？有冇啊？可唔可以咧 send 幾個出嚟我試下？我從來冇試過，我想試下。麗音牛魔黑閃閃，唔怪得知啦！我玩呢個貂蟬咧最真嘅牛魔王，唔知點解超真佢。啊！淨化完之後咧，仲有嗰個咧減速。黐線蜘蛛條黐唔係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住支樹枝，勁唔勁啊？CZX008A 黃昭君，我打得麻麻地，我凍唔住嗰個人咯，我凍不住那個人，我不知道為什麼。唔係感冒啊，有鼻水啊！呢個太簡單啦，直播打王者，咁我太屎得啦，俾人即係打得太垃圾上一頁我點算啊？你們可以幫我挨罵嗎？可以嗎？各個國家都有各個國家嘅國歌，easy。靚爆鏡做我條女，我做你條仔得唔得啊？有抗法加成，真係㗎！娛樂主播史啦，考過咁搞笑嘅人居啦！你唔講嘢就冇乜事，你一講嘢有啲一鳴驚人啦嚇！一說話有點一鳴驚人啦。長腳撞牆，長腳撞長角，長角撞長腳，究竟係長腳撞長腳定係床腳撞長腳？呢個有啲料，呢個難啲。多謝 D.O. 咩話？屈金屈吉屈金吉屈雞屈骨咩嚟㗎？呢個動人都要點預判？我預判唔到嗰個人咯。我繼續瞓，開心啲啦，咩？唔想瞓。不可以睡覺，不可以睡覺。唔怪得知啦，呢個 J 我都唔識讀呢咁多嘅字點讀啊？可唔可以你教我啊？可唔可以聯咪上嚟教我啊？哎呦，點解靜音嘅？我唔要靜音，不要靜音我，不要，唔想瞓覺，唔想瞓覺，個個都唔想瞓覺。我唔允許你哋瞓覺，你都唔想瞓，為一個燈牌俾你。謝謝你，因為愛情怎麼會有滄桑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樣。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。我瞓到4點5點。點解唔俾人瞓覺？因為唔想俾佢瞓覺，因為我仲未瞓覺咯。普通話念流鼻屎。哎呀，呢個無聊嘅人，哎呀，你王者叫咩名？我王者叫死啦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唱得咁好聽，下次咪唱，我就要唱，我就要唱。來日縱是千千闕歌，飄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是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。真唔知定係假唔知，係真係唔記得咗，真㗎！我從來都唔嗌人嘅，都咁老實。友誼之光，唱街、唱舞街、跳舞街，咩嚟㗎？何時落到這手掌，枯死在你的手上，風化如瓷器一場，為容任你瞻仰。跟住呢，黃家駒一生所愛與萬同在。郵差叔叔送信循，郵差叔叔送信循熟迅速送出
唔識唱。我未夠重傷，即想退會走，係咪咁樣啦？差分鐘天就黑晒。呢首舊家中，哎呀！變態，變態！我冇教你食鼻涕啊嚇，我冇教，不要教壞人，我沒有教你們吃鼻涕，梗係真鼻哥啦，唔通假嘅咩？是真的，真的鼻子，真的，真的真的。何時落到這首唱，枯死在你的手上，風化如瓷器一場，為容真人。吓，我冇喊喎，我唔識歌詞啊 ！Hello 啊，陳木仔，放喺後邊。有一個都中意睇下自己嘅鼻涕，因為唔知有冇整咗自己隻手度啊嘛。MC 哥，柏豪嘅，啱啱嗰首係柏豪嘅歌，冇錯，少爺仔。明日似在逍遙，世間正在轉。未唔得，我劈音係我嘅命，唔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的劉海就是我的命。可惜打廣告咩嚟㗎？你講緊薄荷糖啊？邊首歌啊？應該唔係嗰首叫咩話？應該唔係嗰首叫咩話？咩？點解要溝我嗰個啊嘛？就嚟插咗喺隻眼度嘅，唔會㗎，喜帖街。喜帖街嘅歌詞係點樣唱嘅話？有冇人有歌詞啊？可以哼兩句。羅大佑嘅幾時改咗名？改咗好耐啦，我改咗好耐啦，好久了，超級久。騎青瓜過大海咩嚟㗎？這是什麼歌啊？真係㗎，我點下歌啊，不如我唔知可唔可以聽到我講嘢㗎吓。我之前好似試過，前往打開。